第8度韩国小的少棒队伫咧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摕下冠军，也今日办游行来庆祝。这个少年选手呢，更加是去到大巨蛋甲特别引退的球星林志胜活动，代表世代传承。 徛伫观光巴士顶边欢喜的下国旗，台湾的少年选手看到有规定的亲戚朋友甲弟兄，真热情咧甲因欢迎。乌烟的面景夜关关，气氛是真闹热，现场大声欢喜的发休，大家拢欢头喜面迎接咱的台湾之光台北市东园国小少棒队。台湾之光，东园国小，战战战，枪枪枪。 当年少年选手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，一声就摕到冠军。公营回来台湾了后，找一个客选游行，闹热起鼓，对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出发。上尾一站伫大巨蛋是特别有意义。这也是大师兄为我们一直希望借我们隐退的日子呢，把爱的棒球力量传给下一个世代。配合职业球星林志胜，上届最后一届大师兄的引退比赛进行，甲小英雄共台活动，代表世代体育继续传承棒球棒。 公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送奖牌，很多球迷来看我们，帮我们加油，然后很开心可以坐在车上这样游行。很开心啊，可以被那么多台湾人这样子在大街上这样被那么欢迎。汉地的一场游行，和这挂少年选手永远记住的体验，因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尤其伫这场比赛了后，投手林进长也讲，上我上大改变就是连伫国外都会有人来讨签名。 我们今年有这个荣耀，可以站上所有的游行的列车上，在车上看到还是有很多市民都替我们招手，这对我们基层来讲是一种鼓舞。东国小为咱的国家争取公赢，让29年搁再甲冠军摕回来。这届游行也让现场民众做伙为台湾的一寡小英雄赞声，分享这份公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